风台山道里要被告，也毋过呢，即马新德县德东的一张70多吨的老青啊，就已经互风甲扇倒去，缀着一个人甲3只乌多摆，加在呢，这人是干那脆伤尔，也那镇公所是赶紧派人去到现场来处理。一张大青啊，雄雄倒落去，若缀着下骹的乌多摆，搁一个骑车经过的查某人，互手啊缀着伤，赶紧送病院。就连边的电火条也规个歪去。镇公所赶紧派人到现场处理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一下就下来了，只是风很大而已。树木会倒塌，原因是说它里面的已经蛀光了，空心了，加上这2天风比较大，所以它整个就倒下去。倒下去之后，原则上我们就马上立即通报我们的厂商，做所谓的复原动作。另外，新德一间游乐园嘛提早关门，园区内动物提早伫下晡4点下班，赶紧入去收容的所在避风台。另外，各用锁啊，甲园区内游乐器材固定好势，避免风台造成伤害。已经先把我们的动物、小型动物先进行了收容跟安置。那针对呢园区所有的船只，预防呢高水位，然后造成四处漂移的状况，我们也先做好安定跟固置。三道里风台对台湾的影响会愈来愈明显。根据气象署预告，拜日暗时开始，风雨会愈来愈强，提醒民众一定要做好预防风台的准备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